弟兄姊妹大家好，歡迎嚟到明曉以道釋經講道系列呢一個嘅 YouTube 嘅頻道。有幾個禮拜我同大家喺呢度嚟到分享聖經，咁就因為呢段時間都係有好多關於輔導中心嘅預備啦，咁亦都要去寫講章啦，要時間，咁所以咧，即係呢幾個禮拜都係預備緊。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卷書咧，可能係你好少嚟到去讀嘅書卷啊，俄巴底亞書。俄巴底亞書咧係舊約聖經裏邊咧最短嘅一卷書卷嚟嘅。我唔知你知唔知道有幾多節聖經？21節嘅啫。21節聖經大概可能你只係用幾分鐘時間咧，你已經讀完一卷書噶啦。咁所以咧，今日你聽完呢篇釋經講道之後咧，你就完成咗1/66嘅聖經嘅書卷噶啦。如果你有聖經咧，請你打開俄巴底亞書何以摩俄第4卷小先知書俄巴底亞書。俄巴底亞書第1章第1節，俄巴底亞得了耶和華的默示。俄巴底亞書第1節嘅希伯來文直譯咧，可以譯做俄巴底亞的異象。俄巴底亞的異象。嗱，聖經作者一開始咧，唔係好似大部分先知書咁樣話埋俾我哋知啦，到底呢卷書嘅寫作時代背景係幾時？冇噶。嗱，弟兄姊妹，無論係南國猶大，抑或係北國嘅以色列，當大部分先知書嘅書卷喺開頭嘅時候，都提及到先知所服侍嘅時期係邊一位君王在位嘅時候咧，俄巴底亞書嘅開始冇用一個咁樣嘅方式，甚至讀完晒成卷書，聖經作者都冇講到底呢卷書嘅寫作年代咧係幾時嘅。舊約嘅學者當要去到釐定清楚俄巴底亞書嘅成書年代嘅時候咧，一般都係追溯去到南國猶大同耶路撒冷遭受到摧毀，而以東咧對於猶大呢一位兄弟懷有敵意嘅歷史時期。弟兄姊妹，如果係咁嘅話咧，公元前586年，當猶大被巴比倫征服之後嘅時期啦，大概應該就係最符合俄巴底亞書嘅情景同埋視覺嘅。甚至有學者認為，俄巴底亞書第11至到14節嘅呢一段記載啦，係明確咁樣判定咗呢卷書嘅年代嘅，並且認為呢幾節聖經所記載嘅內容咧，亦都只能夠係指向公元前586年巴比倫征服耶路撒冷之後嘅時期嚟。弟兄姊妹，假如我哋稍為搞清楚俄巴底亞書大概寫作嘅時期嘅話咧，咁跟住落嚟，我哋要問嘅係，到底呢卷書係關於乜嘢嘅？第一節你再讀落去俄巴底亞得了耶和華的默示，然後第1節嘅下半節話咧，論以東說，我從耶和華那裏聽見訊息，並有使者被差往列國去，說起來吧，一同起來與以東爭戰。和合本第一節嘅困難係，當聖經記載俄巴底亞得了耶和華嘅默示，論以東說，我從耶和華那裏聽見訊息嘅時候，咁樣嘅翻譯咧，使到我哋唔係搞得好清楚，到底第1節嘅中間，我從耶和華那裏聽見訊息裏邊嗰個我，到底係邊一個？點解咁講咧？因為當聖經記載住論以東說之後咧，耶和華竟然唔係繼續用第一身嚟到講說話，卻突然之間變成咗第三身。我從耶和華。到底我哋應該點樣嚟到去理解呢一段嘅聖經咧？
希伯來文喺以東呢一個稱謂之前咧，係有一個介詞嘅，大概可以將佢翻譯做咧屬於啦，或者翻譯做關於咁樣嘅意思。嗱，如果係咁嘅話咧，論以東說呢一個小節最適合嘅翻譯應該係咧關於以東的咁樣嘅意思。嗱，換句話講，第一節嘅意思係俄巴底亞嘅異象係關於以東嘅，亦即係我從耶和華嗰度聽見嘅信息。俄巴底亞先知所得嘅異象係乜嘢嘢呢？係一個關乎係一個屬於以東嘅異象。嗱，異象嘅本身咧係先知佢聽見耶和華向環繞以東嘅列國發出信息，而呢一個信息咧係有一位使者傳達出嚟嘅，內容係呼召列國起嚟去到攻打以東嘅。嗱，咁我哋就要問啦，係乜嘢原因上帝要咁樣做呢？嗱，假如你讀落去，弟兄姊妹，從第3節至到第9節，你就會見到聖經作者點樣記載住以東嘅驕傲自大，並且上帝最終咧點樣嚟到去將佢哋打倒嘅。第3節聖經話呢，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處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裏說，誰能將我拉下地去呢？以東嘅問題係乜嘢嘢？佢哋相信憑藉住佢哋喺山地嘅堡壘，就能夠得到安全嘅保障。佢哋自以為佢哋因為藏身喺岩石縫隙之中嘅山地，同埋從高處所帶嚟嘅安全感，所以佢哋居高臨下，既不為人知，咁樣就亦都唔容易嚟到受到攻擊嘅。佢哋以為係咁嘅。嗱，冇關乎佢哋會咁大言不慚，佢哋能夠竟然去講出一句，誰能將我拉下地去呢？唔好介意講下心理學。心理學家就指出咧，驕傲係構成自大嘅一個情感嘅根源嚟嘅。嗱，咁係乜嘢意思呢？心理學家解釋，驕傲嘅負面情緒好多時候都聯繫到自戀、攻擊性啦，同埋過度嘅自我保護呢一啲有害嘅情緒傾向。當表現喺日常生活裏邊嘅時候，好多時候咧就係以自大嚟到去作為掩飾，去到保護個人嗰種內在嘅脆弱嘅意思，即係話自大其實好可能係嚟自一種不穩定嘅自尊，即係表面上睇嚟自信，但係實質上卻只係用嗰種自我膨脹嚟到去掩飾內在嘅不安同埋羞恥感嘅。嗱，弟兄姊妹，咁樣對我哋去理解呢段經文有乜嘢重要呢？係以東，佢哋的確係大言不慚，佢哋驕傲自大咁樣嚟到宣告，誰能將我拉下去呢？但實際上，當以東以為自己喺地理上邊固若金湯嘅時候，坦白講，咁樣嘅地理環境其實同時亦都有唔少結構上面嘅缺點㗎。嗱，講幾個俾大家知道。舉個例，由於以東地區本身好多岩石山地，所以天然通道係好少㗎。交通唔便利嘅結果咧，就係影響咗物資嘅流通同埋軍隊嘅機動性。仲有咧，係以東地固然係有利防守，但係反過嚟其實亦都係一個好容易被圍困嘅地方。換句話講，一旦佢哋被敵人封鎖嗰啲主要通道嘅話咧，佢哋就好難得到支援。
甚至形成咗地理上邊一個所謂孤島嘅效應。再講多一樣，以東位處喺乾燥半沙漠嘅地帶，降雨量比較低，農耕嘅條件惡劣。對比靠近約旦河流域嘅摩押啊或者猶大咧，以東喺水源方面嘅資源咧，受到咗好大嘅限制。結果咧，其實喺糧食同埋生存條件上面咧，都相對係比較脆弱嘅。弟兄姊妹，咁你可能就明白多一啲，以東佢哋嘅驕傲自大背後其實係乜嘢嚟嘅咧？係咪？係脆弱不堪嘅，甚至係恐懼驚慌嘅。嗱，咁你就明白，誰能將我拉下地去呢？呢句說話嘅背後，其實正好就反映住佢哋表面上好似係好驕傲同埋自大，但實際上呢，實際上係脆弱噶。你明我意思嗬？上帝點講啊？第4節。你雖如大鷹高飛，在星宿之間搭窩，我必從那裏拉下你來，這是耶和華說的。弟兄姊妹，嚟到呢度，我哋又要停一停，我哋要思考一個問題，係喺以東驕傲自大嘅背後，或者係要掩飾佢哋嗰種內在嘅脆弱不堪。但弟兄姊妹，問題仍然係，到底係乜嘢原因令到上帝要喺第4節呢一度講，我必從那裏拉下你來呢？呢個係一個相當嚴厲嘅宣告嚟嘅，係嘛？係佢哋嘅驕傲自大嗎？唔係咁簡單嘅。嗱，咁係乜嘢原因呢？我哋要跳落去睇第10至到14節，第10至到14節。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強暴，羞愧必遮蓋你，你也必永遠斷絕。當外人擄掠雅各的財物，外邦人進入他的城門，為耶路撒冷拈鬮嘅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與他們同伙。你兄弟遭難嘅日子，你不當瞪眼看着；猶大人被滅嘅日子，你不當因此歡樂。他們遭難的日子，你不當說狂傲的話；我民遭災的日子，你不當進他們的城門；他們遭災的日子，你不當瞪眼看着他們受苦；他們遭災嘅日子，你不當伸手搶他們嘅財物。14節，你不當站在岔路口剪除他們中間逃脫的；他們遭難嘅日子，你不當將他們剩下的人交付仇敵。俄巴底亞書所要帶出嘅重點係乜嘢呢？其實並唔在於第5至到第9節裏邊，以東佢哋點樣被剪除啊、被搜尋啊，甚至被除滅啊、被殺戮。重點唔在於嗰度，卻係點解以東會遭遇咁樣嘅一個後果呢？俄巴底亞書第10至到14節呢5節經文嘅焦點係從上文以東點樣被除滅同埋被殺戮，轉向耶和華上帝要以東承受咁樣嘅結局嘅一個原因。第10節，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強暴，羞愧必遮蓋你，你也必永遠斷絕。嗱，呢一節經文。呢個節經文，如果你睇現代中文譯本嘅話咧，咁你就會發現現代中文譯本俾咗多一啲嘅參考我哋嘅。現代中文譯本點譯呢？現代中文譯本譯做：因為你殘害你嘅兄弟雅各，你將蒙羞，永被除滅。嗱，弟兄姊妹，不過現代中文譯本喺經文嘅中間咧，如果你有留意嘅話咧，加咗一個注腳。個注腳寫住咩呢？你的兄弟雅各，以色列人是雅各嘅後代，以東人是雅各的哥哥以掃的後代。
你記得以掃同雅各兩兄弟嘅故事嗎？唔記得唔緊要㗎，你睇返創世記咧，你就會記得㗎啦。俄巴底亞書嘅作者其實好特別嘅，點解咁講呢？和合本聖經喺第一節嘅標題係論以東因驕傲致禍，但係以東嘅祖先以掃同埋猶大嘅祖先雅各，以掃、雅各呢兩個名字咧，卻係貫穿整卷俄巴底亞書嘅，係嘛？有聖經學者就提醒我哋，咁樣嘅用詞嘅選擇，其實係要強調以東同猶大嘅血緣關係。換句話講，當第十節裏邊話，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強暴嘅時候，嗱，目的咧就唔僅僅係要表明以東向猶大嘅暴行，其實更係要去強化嗰一種手足相殘嘅背叛感。你明我意思嗬？尤其係弟兄姊妹，尤其係當我哋想到咗創世記裏面所記載以掃同雅各後嚟嘅和解，咁我哋就更加惋惜嘅。我哋更加惋惜嘅係，好可能亦都係當下嘅呢一種嘅背叛嚟嘅。弟兄姊妹，俄巴底亞書，佢唔僅僅只係一卷上帝點樣去審判以東嘅書卷，佢更加係一卷關乎到兄弟之間嘅背叛同埋相殘嘅書卷。嗱，假如我哋都明白呢一個重點嘅話咧，弟兄姊妹，嗱，咁你就明白讀俄巴底亞書啦。雖然21節聖經，雖然係舊約裏面最短嘅書卷，不過係一件好令人痛心嘅事情嚟㗎。我哋之前讀哈巴谷書都已經好難受㗎啦。俄巴底亞書係一件令人好痛心嘅事情。俄巴底亞書第11至到14節，11至到14節，呢4節聖經咧有兩條思路係貫穿咗呢4節經文，嚟到去話俾我哋知，以東喺耶路撒冷被毀嘅事件上面，其實佢哋扮演緊一個點樣嘅角色？第一條思路係呢幾節經文裏邊嗰個一系列時間性嘅短語。嗱，假如我哋參考多個譯本，英文嘅 NRSV 嘅譯本，我哋就會發現喺幾個重複嘅短語裏邊帶出咗一個好重要嘅陳述。嗱，NRSV 點樣譯咧？我將佢譯做中文。NRSV 譯做咧第11節，你站在旁邊的那日，然後外人奪去他財寶的那日。12節，他遭災的日子，困苦之日。然後第14節再出現同一個翻譯。第13節，災難之日，同埋他遭難之日。你聽落去你就知道個重點㗎啦。日子有乜嘢重要性？透過重複出現嘅日子，其實暗示緊呢個係一個耶和華上帝嘅日子。聖經作者喺呢度係要營造出一個審判同埋災難嘅情景，話俾我哋知，耶路撒冷嘅淪陷係一場如同末日一般嘅事件嚟。不過第二條思路咧，從第11至到14節，你讀落去，你再讀一次你就明。4節聖經所呈現嘅係以東喺參與耶路撒冷被外人擄掠嘅過程裏面，佢哋係越嚟越積極嘅。嗱，點解咁講呢？第11節對以東嘅責備係佢哋站在一旁，係嘛？當外敵入侵嘅時候，佢哋選擇袖手旁觀，係，或者以東並冇直接參與攻擊，但係經文背後嘅意思其實係乜嘢嘢？喂，佢哋豈唔係應該基於手足之情，伸出援手去到幫助耶路撒冷嘅咩？
點解佢哋選擇冷漠相對啊？喂，唔好以為咁樣就冇問題喎，唔好以為我唔做嘢，我唔參與就冇問題喎。點解咁講啊？因為呢一種冷漠，其實無異於係共犯，對猶大嚟講，亦都無異於等同實際嘅攻擊。你有諗過嗎？翹埋雙手唔做嘢，唔關我事，其實無異於攻擊嘅。你繼續讀落去，第十二節。第十二節現代中文譯本甚至話以東喺猶大遭遇不幸嘅日子係點㗎？瞪着眼看，幸災樂禍。哦，第13節話佢哋原來唔單止咁樣，佢哋更加加入埋一齊去對猶大進行搶奪、洗劫耶路撒冷，而最終呢？第14節就指責佢哋阻擋逃亡嘅人，甚至將佢哋交俾巴比倫。弟兄姊妹，你諗清楚，咁唔係一個最嚴重嘅背叛，又係啲乜嘢呢？係以東並唔係發動攻擊嘅主謀，但係試問佢哋既然同猶大有住深厚嘅血緣同埋結盟嘅背景嘅話，佢哋豈可以咁樣嚟到去背叛呢一位親兄弟呢？係咪？弟兄姊妹，從以東起初嘅被動嘅參與，到後嚟積極咁樣助紂為虐。喂，你要記住，猶大唔只係一個鄰國咁簡單，係兄弟嚟嘅。咁嘅背叛可恥嘛？嚟到呢度，我哋要問嘅係，俄巴底亞書嚟到呢度講緊以東嘅問題，宣判緊佢哋嘅錯。不過，俄巴底亞書嘅寫作對象到底係邊個呢？係以東嘛？唔係，係第3節話你因狂傲自欺。和合本修訂版就譯做你狂傲嘅心欺騙了你。表面上呢一度係以第二人稱嚟到直接指向以東㗎，但係舊約嘅學者普遍認為俄巴底亞書嘅寫作對象唔係以東，係猶大民眾，係猶大嘅民眾。12小先知嘅寫作對象係邊個啊？係猶大子民，係以色列嘅群體。咁係乜嘢意思啊？有舊約嘅學者就講，雖然耶和華上帝引用咗以東自己嘅說話嚟到去諷刺佢哋嘅驕傲，但係咁樣嘅文學手法其實係要安慰猶大嘅讀者，話俾佢哋知，上帝並未忽略以東佢哋呢一切做喺猶大呢一位兄弟身上，佢哋嘅袖手旁觀，佢哋嘅落井下石、雪上加霜，甚至伸手攻擊，甚至掠奪嘅行為，呢一切上帝都睇見，呢一切上帝都知道。唔單止咁樣，上帝佢更加要話俾猶大知道，上帝並冇忘記猶大子民佢哋嘅苦難，冇嘅。我睇得一清二楚，你哋所承受嘅苦楚，我一清二楚。你哋所承受嘅苦難，我好知道。15、16節，15、16節，你睇住你嘅和合本聖經，我會讀現代中文譯本嘅聖經。15、16節，現代中文譯本譯做：我上主審判萬國嘅日子就到了。以東啊，你將照你所做嘅得到報應。你付出什麼，一定得回什麼。我嘅子民喺我嘅聖山喝了苦杯，所有嘅鄰國要喝更苦嘅杯。他們要喝得乾乾淨淨，然後消失得無影無蹤。弟兄姊妹，讀完呢兩節聖經，你有咩感覺啊？
讀完呢兩節聖經嘅時候，我即刻浮現咗一句說話：善惡到頭終有報，係嘛？哪怕上帝嘅子民，好似聖經咁講，哪怕上帝嘅子民喝了苦杯，但係上帝保證鄰國嘅，上帝保證一切欺壓上帝子民嘅，佢哋要飲更苦嘅杯，並且最終佢哋會消失得無影無蹤。讀埋最後幾節聖經，俄巴底亞書最後嘅一個部分17至到21，在錫安山必有逃脫的人，那山也必成聖，雅各家必得原有嘅產業，雅各家必成為大火，約瑟家必為火焰，以掃家必如碎秸，火必將他燒着吞滅，以掃家必無餘剩的，這是耶和華說的。南地的人必得以掃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蓮地和撒瑪利亞地。便雅憫人必得基列，在迦南人中被擄嘅以色列眾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擄嘅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嘅城邑。必有拯救者上到錫安山，審判以掃山，國度就歸耶和華了。幾節好翹口嘅聖經，好多地名嘅。不過聖經學者話第18節係呢一個部分裏邊最核心嘅信息。弟兄姊妹，唔好讀錯聖經。唔好讀錯，以為雅各家遭遇大火，約瑟家必定陷入火焰裏邊。唔係咁樣嘅意思。火係舊約聖經裏面上帝審判嘅一種方式。第18節之所以係呢一個部分嘅核心嘅信息，係因為先知預言雅各家嘅興起，雅各將要成為上帝嘅火。約瑟家咧將成為上帝嘅火焰，嚟到去成為對以東施行審判嘅器皿。咁你就明白，以掃家必如碎秸，火必將他燒着吞滅，以掃家必無餘剩的，係乜嘢意思啊？係咪啊？弟兄姊妹，猶大嘅被拯救同以東嘅被毀滅，正好就構成咗耶和華的日子嘅全貌嘅兩個對應嘅面向。猶大被拯救，以東被毀滅，正好就構成咗耶和華的日子全貌嘅兩個對應嘅面向。你明我意思啊？咁有乜嘢咁重要？昔日係以東對猶大呢一位兄弟嘅兇殘，但今日呢？今日卻係猶大反過嚟，成為上帝所用嘅火焰，嚟到去審判以東。19至到21節係有啲巧口嘅，不過19至到21節所講緊嘅係猶大向住東南西北嚟到去擴展，係一個回歸重建向外擴展嘅圖畫。弟兄姊妹，你讀落去，假如你係猶大子民，讀到呢度嘅話，你有乜嘢感覺？既然好似剛才所講，俄巴底亞書係寫俾猶大子民嘅話，咁我哋就明白，當世界輪流轉，一切都反轉過嚟嘅時候，猶大佢哋要思想，佢哋應該點樣嚟到去對待呢個兄弟以東呢？你話喂，梗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啦，係咪啊？你做初一，我做15，
人之常情嚟嘅，係咪？當第12至到第14節，上帝8次同以東講話，你不當，你不當，講咗8次嘅時候，弟兄姊妹，猶大子民去睇呢一卷書，讀喺佢哋嘅心中，上帝要佢哋明白嘅係乜嘢嘢？係理直氣壯咁樣用以東嗰啲兇殘嘅方法嚟到去對付翻以東嗎？抑或好似我哋一直所講緊，以東唔念兄弟之情，猶大都要咁樣唔去顧念兄弟之情嗎？以東嘅成敗唔喺猶大嘅手中，係上帝，喺上帝嘅手中。猶大呢，佢哋嘅回歸復興，亦都唔係要去嚟到對付以東，亦都唔係。咁即係點啊？21節係另一節好重要嘅聖經，最後嘅一個部分，國度就歸耶和華了。我中意天主教思高譯本嘅翻譯，天主教思高譯本譯做王權必歸於上主。咁即係咩意思？上帝嘅選民，佢哋要明白，既然王權必歸於上主嘅話，咁樣，唔係我哋要點樣嚟到去報復嗰啲對我哋不義嘅人，卻係我哋要守住我哋對上帝嘅忠信。呢個亦都係我哋之前講緊哈巴谷書嘅信息嚟㗎，做一個行得正、企得正嘅人。以東唔念兄弟之情嘛，猶大唔要咁樣，因為如果猶大都係咁樣嘅話，唔通上帝喜悅咩？係嘛？唔通上帝會認為以東嘅不當咁樣嚟到對猶大，猶大就當咁樣嚟到對以東咩？唔會啩？係嘛？弟兄姊妹，王權必歸於上主，一切喺上帝嘅手中。上帝用猶大，又好似上帝用外邦嘅列國嚟到去懲罰猶大一樣。我哋上次講哈巴谷書，一切都喺上帝嘅手中。不過哈巴谷書問緊我哋，到底我哋要唔要好似以東咁樣不念兄弟之情呢？當我哋面對嗰啲不義嘅人嘅時候，其實都係一樣。人哋用揦詐嘅手段，如果我哋又係咁嘅話，咁我哋同佢哋有咩分別啊？係咪？何況有時候呢一啲係我哋嘅兄弟添，啱唔啱？求上帝幫助我哋，藉住俄巴底亞書所講緊嘅，唔單止係懲罰以東佢哋嘅過錯，唔單止係佢哋驕傲自大。上帝話我一定將佢拉落嚟。上帝要透過先知書呈現喺我哋面前嘅係上帝子民群體到底應該點樣彼此顧念，卻唔係彼此相殘。求上帝幫助我哋讀完俄巴底亞書，讓我哋學懂，讓我哋更加珍惜嘅係上帝子民群體嘅裏面，我哋嗰種嘅兄弟姊妹嘅情誼。我俾少少時間大家有啲祈禱，然後我帶大家做個結束。多謝主藉住俄巴底亞書俾我哋見到嘅，超越咗對某一個國家嘅審判，
更深層提醒緊我哋兄弟姊妹群體，我哋嗰種嘅相顧，抑或係相殘。求主幫助我哋透過俄巴底亞書，學懂咗我哋要顧念手足嘅情，學懂咗我哋要顧念我哋喺主裏邊同一個群體嘅情懷。願我哋彼此能夠有咁樣嘅一份嘅珍惜。求你聽我哋禱告，奉靠我哋救主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今日俄巴底亞書嘅分享到呢度，咁就下一次呢，我預備緊一卷書，希望長少少同大家嚟到分享，稍後就會話俾大家聽係邊卷書噶啦。不過最後我都唔好嫌我沉氣，提提大家謹記subscribe 呢個頻道啦 ，like 啦，俾個 like 啦，同埋我更想嘅係聽到你哋嘅 comment， 你哋嘅回應。留言俾我，讓我知道咧喺呢篇信息裏面對大家嘅提醒同埋教導，好嘛？希望你能夠留言俾我。好，我哋今日嘅分享到呢度，再見。